隨住冬季將至，英國政府近期就冬季燃料津貼 （Winter Fuel Payment） 政策作出重大調整，引發社會高度關注。舊年該津貼政策由普遍派發轉為只向領取退休保障信貸 （Pension Credit） 人士提供，導致大批中低收入退休人士被排除在外，成為社會熱議嘅焦點。呢次政策大幅放寬資格，恢復向英格蘭同埋威爾斯約900萬退休人士發放津貼，金額最高達300英鎊，旨在緩解持續高漲嘅能源費用對長者嘅負擔。該舉措唔單止反映出政府喺民意壓力下嘅政策調整，亦揭示咗英國當前喺財政規劃與社會福利分配上嘅複雜挑戰。英國政府冬季燃料津貼政策大反轉2/3以上退休人士重獲資助。英國政府近日宣布大幅改變舊年冬季燃料津貼政策，恢復向超過900萬名年收入唔超過35,000英鎊嘅退休人士派發津貼。呢個政策令英格蘭同埋威爾斯地區超過2/3退休人士受惠，津貼最高達300英鎊，協助長者應付冬季能源開支，收入門檻大幅提高，遠高於貧困退休人士水平，同平均收入相若，有助喺輔助低收入退休人士同保障納稅人公平之間取得平衡。李運程財政大臣指，呢個政策變動將耗資約12億5千萬英鎊，但透過收入審查，節省約4億5千萬英鎊。節省金額需經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 OBR 認證，相關開支將納入秋季財政預算案及下一期 OBR 財政預測。財政大臣將於該預測中決定資金來源，確保政府財政規則不被觸犯。政策變動唔會導致長期額外借貸，退休人士無需申請或者登記。津貼將喺今年冬季自動發放，收入超過門檻者，政府將透過稅務局 HMRC 自動回收津貼，符合資格嘅家庭可獲200英鎊，若家中有80歲以上長者，則為300英鎊。全英約有1200萬退休人士將受惠於三重鎖機制，令佢哋嘅國家退休金喺本屆議會期間最多增加1900英鎊。李運程指出，針對冬季燃料津貼係艱難嘅決定，但基於前屆政府留低嘅財政狀況，呢個係正確嘅選擇。我哋繼續對津貼實施收入審查，確保資助公平且有針對性，而非無差別派發予最富裕群體。但我哋現已擴大津貼資格，確保冇低收入退休人士被遺漏。預計今年冬季，英格蘭同威爾斯將有超過70%退休人士獲發津貼，超過35,000英鎊年收入嘅退休人士將通過薪資稅制 Pay 或者自我評稅申報，自動回收全部津貼，無需另行登記。欲放棄津貼嘅退休人士，未來將可透過簡易系統申請選擇退出，細節待政府公布。津貼資格以退休人士年齡及居住地於指定評核州2025年9月15號至21日為準。退休人士必須於評核州結束時達至國家退休年齡，方符合資格。津貼屬非供款制家庭津貼，為減輕取暖負擔而設。近日英國下議院就冬季燃料津貼政策嘅變更展開辯論，辯論已經結束並即將有相關直播報道。政府確認超過75%嘅英格蘭同埋威爾斯退休人士將獲津貼，但係蘇格蘭同北愛爾蘭則由地方政府制定不同政策。財政大臣李運程回應記者關於撥款來源嘅問題時表示，相關細節將會喺年底公布，但 BBC 政治編輯伊斯蘭 Faisal Islam 指出，公帑壓力依然嚴峻，政府財政面臨唔少挑戰，跨黨派政界反應分歧。保守黨黨魁帕丹拿 Kemi Badenoch 形容此政策屈辱嘅180度大轉彎，要求首相公開道歉。綠黨卡拉德尼爾 Carla Daniel 話係巨大安慰。自由民主黨領袖戴宏爵士 Sir Ed Davey 則表示，政府終於意識到該政策嘅錯誤。慈善團體對此改動表示歡迎，認為有助減輕燃料貧窮問題。但財政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警告部分措施混亂或將帶嚟更多稅收。網民意見兩極，有人稱此舉將帶嚟好大改變，
亦有人認為資金應優先用於國家醫療服務或房屋建設。指政策變動正值英國政府即將公布未來3年日常開支及4年投資預算嘅開支審查之前，白廳嘅消息話審查將會嚴格收緊開支，強調唔會透過借貸或者增稅平衡財政。市場普遍預期會有削減支出措施出台。呢次冬季燃料津貼政策嘅反覆調整，唔單止揭示咗英國政府喺財政收支平衡與社會公平之間嘅艱難取捨，亦反映出能源價格高企同退休人士生活壓力嘅雙重挑戰。儘管政府承諾唔會因政策擴展而增加長期借貸，但財政壓力仍然存在。未來開支審查結果備受關注，政界各方意見分歧，社會反應亦呈現兩極。如何喺維持財政穩健嘅同時，保障最脆弱群體嘅基本生活需要，將係英國未來政策制定嘅重要課題。唔講英國將持續關注相關動態同埋最新報導，助你掌握英國政經發展脈搏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，請按下訂閱掣並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